大家好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其实大部分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。我有13个预防癌症的建议，会一条一条跟大家讲清楚。因为一集讲不完，我会分几集。说完这13个建议，大家要记得留意哦。第一个建议，不要吸烟，也不要嚼食任何烟草产品。吸烟是目前已知最严重的人类致癌物之一，会大大提高你得肺癌、口腔癌、喉咙癌、食道癌、胰脏癌、膀胱癌、肾癌、鼻腔跟鼻窦癌、胃癌、肝癌、肾脏癌，还有子宫颈癌的风险。研究发现，全世界来说，有超过90%的男性肺癌，还有80%的女性肺癌，都是吸烟直接引起的。第二个建议，体重不要太重，最好保持纤瘦一点。原来肥胖也会让你罹癌风险增加耶。如果你想预防癌症，维持正常体重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法之一。最好让自己的体重保持在较低的体重指数 BMI 范围里。那 BMI 到底怎么算呢？ BMI 就是公斤体重除以身高公尺的平方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体重是54公斤，身高是 1.6 米， BMI 就是用54除以 1.6 的平方，结果你的 BMI 就是21啦。对亚洲人来说， BMI 最好维持在19到23之间，这样才算是健康的范围。另外，用腰围来评估风险也是很实用的方式哦。女生的腰围最好不要超过80公分，大概32寸。男生则最好不要超过90公分，大概36寸。这些资料是根据香港防癌会第3版癌症的普查探测与预防这本给医护人员参考的指引来的。俗话说，预防胜于治疗。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，真的可以去看看香港防癌会这本癌症的普查探测与预防，一定可以帮到你。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Dr. Boo 為你健康。喜歡我哋嘅製作，點訂閱，點通知，Dr. Boo 黃醫生一出片就會通知你㗎喇，多謝。就算獨居，但有節目一堆，沒有藥水，沒腳痛，就有街去。夏季列隊，隊裏美麗不需換我汗水，沒計較，別太濕碎。磅數遞增，盡快鍛鍊身心。萬世巨星，萬世腳步也不震，絕世絕招，絕到不病不侵。狂怒秘訣要不要？從你免費笑一笑，身心寫健康，挫折我未放，每次也盛裝出賽。怪地方似個壓力艙，進駐了太空一角。身心寫健康，挫折我未放，困惱我一秒踢開。身邊有你愛我不錯，跌過我亦風光，當作紀念也不錯。沒有路燈靜聽，百面聲音習慣。
慣夜深漸察覺視野不啱，步履認真動作拒絕分心，別太着急，自會告別這黑暗。入世未深未免怕讓犧牲，集結大軍互勉發動解憂困，弱勢立生用愛破舊生生，有個勇氣我需要，愛叫世界豁開了。深深寫健康，挫折我未放，每次也盛裝出賽。怪地方，似個壓力艙，進駐了太空一角。深深寫健康，挫折我未放，憤怒我一秒踢開。身邊有你愛我不錯，跌過我亦風光，當作紀念也不錯。多得有你愛我一個，跌過我亦風光，當作紀念也不錯。真的也不錯，也不錯。喜歡我哋嘅製作，點訂閱，點通知，Dr. Boo 黃醫生一出片就會通知你㗎喇，多謝。就算獨居，但有節目一堆，沒有藥水，沒腳痛，就有街去。夏季列隊，隊裏美麗不需換我汗水，沒計較，別太濕碎。磅數遞增，盡快鍛鍊身心。萬世巨星，萬世腳步也不震，絕世絕招，絕到把病把針。狂怒秘訣要不要？從你免費笑一笑，身心寫健康，挫折我未放，每次也盛裝出賽。怪地方，似個壓力艙，進駐了太空一角。身心寫健康，挫折我未放，困惱我一秒踢開。身邊有你愛我不錯，跌過我亦風光，當作紀念也不錯。沒有路燈，靜聽百面聲音，習慣夜深漸察覺視野不啱，步履認真動作拒絕分心，別太着急，自會告別這黑暗。入世未深未免怕讓犧牲，集結大軍互勉發動解憂困，弱勢立生用愛破舊生生，有個勇氣我需要，愛叫世界豁開了。深深寫健康，挫折我未放，每次也盛裝出賽。怪地方，似個壓力艙，進駐了太空一角。深深寫健康，挫折我未放，憤怒我一秒踢開。身邊有你愛我不錯，跌過我亦風光，當作紀念也不錯。多得有你愛我一個，跌過我亦風光，當作紀念也不錯。